有6名查甫嫌犯对2021年开始就伫咧网络顶头锁定未成年少女，甲因拐讲翕相就会当趁钱，说是甲因翕一寡赤身裸体相片放伫网络顶头卖，这3个月乌心钱就赚800多万，计共有86位少女受害。台中地检署依照违反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、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名，甲这6个人起诉，要求法院判刑5年到30年不等。台中地检署侦办台版恩和房案件，4单4判定6个查甫人涉嫌做伙行翕相就当趁钱等名义，诱骗未成年的少女翕不雅的相片，搁在放在网络顶卖，有86位少女受害。检方依照违反儿童加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、涉嫌犯组织犯罪条例等罪名起诉6个人，求处5到30年。于今日向法院提起公诉，并请法院审酌被告6人恶性重大。对社会秩序及人性尊严危害严重，从重量处有期徒刑30年至5年不等。嫌犯自2021年开始，伫咧网络顶锁定未成年少女，用诈骗恐吓的方式要求少女翕不雅的影像，搁再用通讯软体 Telegram 伫社群顶收费互人下载，或者是伫网络顶卖。3个月不法所得就差不多800万，为着要阻止性影像散布的乱象。今年1月，立法院修正关于防治性暴力的刑法部分条文，其中部经过同意之下翕性影像，而且有散布行为，会当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。那意图行为散布，会当加重其刑到2分之1。并且若真正被翕性影像，会当安尼做。初步搜证自己遇到的情形，歹徒的账号啊，或是对话记录什么的都不要删掉，也不要封锁歹徒，这样我们警方才比较有机会抓到犯嫌，也有可能让犯嫌还没流出之前就赶快抓到他。台北市妇幼队提醒民众，无分年纪，拢有可能拄到网络诈骗，就要注意保护家己的个资，各方面加查证，唔通随便听网友的指示就翕相录影。若是真正拄到互人骗翕不雅的影像，要赶紧找人斗3工，由警方介入处理。阻止这款不雅影片被上传到网络散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